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2月15日，上帝的子文智慧，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以斯帖记7章3到4节。RPG 祷告的金句记载在诗篇75篇2到3节。上帝说：我已定下审判的日期，我要以公道施行审判。虽然地和地上的居民摇摇晃晃，我要使地的根基稳固。神的审判明明已经记载在圣经中，但一个智慧跟聪明的人面对神的审判，要如何做抉择呢？在这世上有许多的情况，我们需要决定。上帝的指纹在哪里呢？在人的智慧上，显现他怎么带领人走一条属于生命的路。我们知道聪明跟智慧其实是两回事嘛，哈。聪明指的是一个人反应很敏锐、机灵，学习、理解、找出问题答案和能力是很强的。那么这个是跟天生有关系啊，哈。这个其实跟IQ 是有很大的交集。但智慧指的是一个人能权衡全局，看出什么是重点，什么是最可行又圆满对策的一种的能力。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以斯帖，他面对了这么关键，这个机会到了，但他怎么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今天他要回答王3次，应允他，你要求什么我都给你耶。虽然我们知道是那时候官方的语言但不管如何，可以确定的是王他喜悦以斯帖。那以斯帖这个时候他要怎么回应呢？不能再吊胃口了我们知道要适可而止，而且我们真的知道全局，要衡量全局。我们看一下这一位没有读什么书以斯帖，他怎么样子来回应王呢？他说：我若蒙陛下的恩宠，请答应我一个请求，我求你饶了我的性命，也饶了我同胞的性命。我和我的同胞都被出卖到刽子手的手中，如果我们只是被卖去做奴隶，我一定会缄默，绝不会开口为这事烦扰陛下。可是我们要被灭绝，要遭灭种之祸了。我们看到以斯帖短短2节，他的回答却是3重的请求，而且是渐进的。他从个人，若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们从个人，而且他说我只有一个请求，其实它里面有包括3个：饶了我的命，饶了我同胞的命，还有更重要的，我们的命呢，如果只是被卖去当奴隶，这还事小，我不会说。但更重要是王啊，你的损失，这个是我最看重的。哎呀，我们看到这个智慧在这里，是吗？我们看到以斯帖会站在王的立场，说王，我们如果被卖了，那么你会损失很多是没有办法弥补的所以我们想，这个是智慧，是吗？我们听就知道这个是智慧。那么以斯帖他怎么有这样的智慧？他怎么有这样子高度说话的技巧来减少风险呢？我们可以来观察他说的话，显然是从神来的智慧。他先动之以情，
然后才说理，是吗？哈，首先他借王的恩言，顺势带出他要说的话。他的话并不诉说于对或错，而是动之以情对神这个王对他的喜爱。王若喜爱他，就可不可以让他活命？再来就扩大到我的本族被卖。还有更有智慧的是第三个我们看到以斯帖他怎么样子来控告哈曼，但不能牵涉到亚哈随鲁王，因为这个计谋显然是哈曼定的，但是王却参与批准了这个决定，所以他用被动式来说被卖了，避免他提到了这主要的主词是王他将那个伤害他的人界定为王的敌人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那个是人是王你的敌人没办法补足的。我们看到这个以斯帖非常的聪明，是吗？以斯帖呢，他是聪明加上会看全局，然后他说出智慧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来自于神的。那我们的神呢，透过以斯帖他的智慧，一步一步完成他对犹大人的拯救。所以我们知道这位神的足迹，他的指纹显现在智慧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要成为有智慧的人，而不是要成为一个聪明而已。因为聪明的人，我们或许他是一时，他是可以让我们赚足利润，但却不一定是最大的收益。聪明的人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而智慧的人明白自己不能做什么。聪明的人确实能够掌握机会，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而智慧的人更知道怎么样放手，甚至于放手让别人可以得荣耀，尊荣别人。哇，这个真的是智慧有一位很有知名的主持人林克莱特，有一天他访问一个小朋友，问他说，你长大之后想要做什么呢？这小朋友很天真说，我要当飞机的驾驶员。这个林克莱特接着问说，如果有一天你的飞机飞到太平洋上空，所有的引擎都熄火了，你会怎么办？小朋友想一下说，我会先告诉坐在飞机上的人绑好安全带，然后我挂上我的降落伞跳出去。当众的这些观众哈哈笑笑的东倒西歪啦，大家觉得很蠢吗？这位林克莱特继续注视着这个孩子，想看他是不是一个自作聪明的小孩。他就问，你为什么这么做？孩子是文拔平的，很真挚的说，我要去拿燃料，然后我要再回来。因为这个孩子脸上挂两痕热泪夺眶而出。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有智慧的人，你听他说话，或许你会觉得，这是哪回事啊？但他有一种心智，他会观察所有全局，衡量全局，看出什么是重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从观察从听，就像这个林克莱特，他听出别人要说的重点，用心听之外还会权衡，这是智慧的人。愿我们的生命真的成为一个智慧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默想，智慧是上帝的指纹，我们怎么恳求神的指纹在我们生命中来烙印，来造访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是这位愿意听我们内心声音。我们有时候让人家觉得我们只是聪明，小聪明，或者是我们甚至愚笨，但主在你的手中，我们的小聪明我们愿意献上，我们也要说，主啊，愿你来使我们不止聪明，而我们有一个悲悯的心，我们愿意用你的眼光看权衡全局，看出什么是重点，什么是我们当行的，使我们在我们的作为，我们的所决定上，让人看见上帝你带领的指纹，让人可以尊荣主你的生命，荣耀主，对人有帮助。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因为牧师祝福你，我们今天能够有智慧的听人说话说完，然后我们能够靠着主的眼光做出有智慧的决定哦。我们明天见。